再来看中共的侦察机最近头一届入侵日本的领空，引起印太地区局势的紧张。国防部今仔嘛发布讲，有中共的军机30台来搅了咱台湾。外界嘛正关心讲，中共的军机敢有企图想要来入侵咱国的外岛，还是离岛？国防部是表示讲，咱对解放军的动态拢有掌握。中共新冠印太区域局势紧张，中共的侦察机伫最近第一遍入侵日本的领空。国防部伫咧2月也发布侦察强机30台次，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加东部空域27台次，国加上强舰7台次，公务船继续了台。外界关心强机是毋是比较侵犯日本领空，后一步会侵犯咱外离岛的领空领海。这种有可能侵扰我们领空领海的行为，我们也有相对的应对的方案的一个准备。另外，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，国军的内部报告讲，中共伫去年西太平洋军演费用是4928亿，目的就是要试验掌控第一岛链的西平。于中共近年来巨额的军事投资，其实已经对于周遭的区域环境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。国军强化建军备战，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，上紧伫9月就会下基地接受训练。严格团讲，干部人力甲装备拢正欠，所以一寡步兵营的干部集体向立委陈情。对此，国防部承认，新训旅是即马人员甲装备拢无够的情形。在战争的时候，它是需要靠扩编动员，包含到它的车辆、它的一般装备是要靠民间来动员。它是只有主要的火炮、主战装备是满足的，就掌握相关的状况，也都主动的去完成相关装备的调拨。因那国军这边铁马朝鲜发射拖射飞弹，但是射中率偏低，团国有停止的声音。陆军是否认，讲这边操作的官兵有一寡较有经验的人，带超过一半的新人，团成实务的经验。因过会伫后礼拜提出检讨报告，进行训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